多倫多雖然唔處於強震帶，但仍偶爾會感受到周邊地區傳嚟嘅震動。根據2026年最新觀測記錄，安省南部近期仍有輕微地震活動。以下為多倫多地震嘅歷史背景、風險評估及災難應變指南。歷史資料同風險評估。地震分級。多倫多及大多倫多地區 GTA 被列為極低地震風險區，喺未來50年內發生破壞性地震嘅機率低於2%。近期事件：2026年1月27日，安省奧里利亞 Orillia 附近發生3.7級地震，多倫多地區有明顯震感，但係未造成傷亡。2010年，魁北克亞爾代布瓦 Wildesbourg 發生5.0級地震，多倫多震感強烈。成因：東部加拿大嘅地震活動通常同地殼內部嘅區域壓力場有關，而非明顯嘅板塊邊界。雖然頻率低，但地震波喺堅硬嘅岩層中傳播範圍極廣。地震自救同災難處理，不論喺何處，地震發生時嘅首要原則係趴低、掩護、穩住 （drop, cover and hold on）。震動發生時，喺室內趴低，立即跪低，以免被晃動摔倒；掩護，低喺結實嘅台下，掩護頭部同頸部，遠離窗戶、鏡或可能倒塌嘅重型家具。穩住捉緊台腳，隨台移動，直到震動結束。注意，切勿喺震動時跑出室外或使用電梯。喺室外移至開闊地，避開建築物、路燈、電線桿同樹木。喺車內安全停靠到路邊，避開天橋、電線同路牌，留喺車內直到震動停止。震動停止之後，檢查傷亡，檢查自己及身邊嘅人係唔係受傷，先進行簡單急救。檢查危險，檢查係唔係有煤氣洩漏，若聞到瓦斯味，應關閉總開關。火災或水管破裂，謹慎移動，穿上鞋，防止踩到碎玻璃。若果喺高樓，請走樓梯撤離，預防餘震，隨時準備應對可能發生嘅餘震。緊急準備，平時儲備。多倫多市政府建議每戶家庭應該準備至少72小時嘅應急包。食水，每人每日4公升，包含飲用與衛生。食物不易腐爛嘅乾糧、罐頭、附手動開罐器。通訊，手搖式或電池收音機、行動電源、現金、小額鈔票。醫療急救箱、常用藥物清單、個人衛生用品清單，確保所有家庭成員知道逃生路線同集合地點。大於重要提示，除非發生威脅生命嘅緊急情況，否則請勿撥打911，以免佔用救災通訊。72個鐘頭家庭應急包 Emergency Kit 清單，建議將以下物品存放喺一個易於攜帶嘅背包或帶輪嘅行李箱內，並放喺靠近門口嘅地方。核心生存物資：飲用水，每人每日4公升，2公升飲用，2公升衛生用，建議準備3日份。食物，至少3日份嘅不易腐爛食物，如能量棒、罐頭、乾糧、手動開罐器，避免只有罐頭卻打唔開。手電筒同備用電池，或係手搖充電式手電筒。收音機最好係手搖式或者電池式，用於接收政府嘅緊急廣播。急救箱包含消毒膠布、消毒酒精、紗布、止痛藥等。個人同特殊需求，現金準備小額鈔票。若果停電導致 ATM 或刷卡機故障，現金係唯一支付手段。備用鎖匙包含住家同埋汽車鎖匙。重要文件副本存放喺防水袋中。保險單、身份證明、聯絡人清單。常用藥物至少1週嘅處方藥供應量。衛生用品、濕紙巾、洗手液、垃圾袋、作臨時馬桶用、衛生紙。針對多倫多氣候嘅額外準備。保暖衣物，即使係夏季，夜晚亦都可能寒冷。備妥墊子或者瞓袋。哨子，若被困時用於發出求救信號。避難中心同緊急資訊獲取。喺多倫多發生大規模災難時，市政府會開放緊急
避難中心 （Emergency Reception Centres）。點樣尋找避難資訊？撥打311，呢個係多倫多市府嘅非緊急服務專線。喺災難發生之後，可撥打詢問最近嘅避難點位與物資發放處。多倫多官方 App Toronto 311建議預先下載 Alert Ready 系統，呢個係加拿大嘅緊急警告系統。地震或重大災害發生時，你嘅手機會發出巨大嘅警報音，並彈出即時指令。社交媒體追蹤 @Toronto PFS 多倫多消防與 @Toronto Police 多倫多警局嘅官方 X 原 Twitter 帳號。避難所地點通常多倫多會將當地嘅社區中心 Community Centres 或體育館轉換為臨時避難所，具體地點會根據受災區域透過廣播同網路公佈。建議你可以先選定家中一個結實嘅台，作為地震發生時嘅指定掩護點。多倫多唔係處於地震帶，以上資訊純作為參考，請唔好恐懼。詳細資料來源同相關嘅多倫多部門資料喺下面資訊欄。